BB 有痰又咳唔到，可以食啲猴棗除痰順氣，由魚人參猴棗化痰散提供。中醫認為不通則痛，所以經痛就要調理氣血，由魚人參白鳳丸系列提供。口臭？唔係講得衰嘢多，可能係胃經濕熱啫，要清熱啦，由魚人參甘露飲提供。BB 攝取太多糖分，可能會脾胃失調，影響吸收㗎。由魚人參七星茶及開奶茶提供。貓藪草可以通淋利濕，適合關注尿酸嘅人士。由魚人參降酸保健茶提供。GAP 係藥材質量嘅標準，點樣培植、採集原藥材都有規範㗎。由魚人參靈芝產品提供。人有指紋，中藥都有，中藥指紋圖譜就可以鑑定質量。由魚人參野生蟲草健肺寶提供。咳有寒熱之分㗎，寒咳嘅痰稀薄色白，熱咳嘅痰就較黃。由魚人參紫繡散提供。松貝嚟自松潘高原，係川貝嘅珍品，可以止咳化痰。由魚人參蛇膽陳皮川貝末提供。